各位朋友，大家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真欢喜吼，要过来讲一个台湾什么？最近吼，诶，毋是最近，足久以前吼，但是就是英国以后最有名的，对台湾最有贡献的人哦。因为伊的故事足长吼，所以咱有讲两集对。今仔日要讲第一集，来后礼拜讲第二个。就是是即个即个分做两牧师，解。分做两解。即个牧师吼，现在看起来拢做神吼，即阮外国人看起来拢做神诶吼。毋知影大家敢捌伊哦？叫做啥物？甘为甘为林。甘为林。而且要阁讲着伊迄做啥物叫神奇诶吼，做奇怪诶一个代志，嘛毋是算奇怪吼，做要安怎讲？上帝上有拯救伊。上帝拯救伊一个故事，嘛要讲到圣经有一个天使出手的故事哦，所以咱爱看到最后。今仔日好，所以即个呢，伫台湾报甘为林牧师，久，对。伊伊拢总你看，我大约甲伊写出来，咱以后甲一项一项来讲吼。嗯，伊是一个宣教师，伊是阁是台湾历史的研究者。台湾历史对伊来保存。台湾话就是语言的保存者。伊甲台湾话保存的，伊有出一本字典到即阵，逐个伫读台湾字的人，拢还阁咧使用迄本册。伊是第一位到澎湖宣教的外国宣教师。第一个伊个伫台湾，伊去山顶步道伊传道理，安尼行无长伫看到一个湖足大诶。迄个湖无名，伊毋知影是叨位无名，迄阵还未有名。伊就甲名迄个湖叫做甘孜寺湖啦。甘孜寺，伊就是纪念荷兰来第一个牧师。这咱有讲过吼。咱较早有讲过，迄个甘孜寺来伫台湾的第一个牧师，为了要纪念伊，因为伊是一个历史的研究者，伊知影讲荷兰的即个甘牧师是对台湾有真大的帮助，是一个上帝重用的仆人，所以伊就甲即个湖的名叫做甘孜寺湖啦。即个湖就是今仔日的日月潭啦，日月潭。大家应该有去过吼，应该有日月潭，做名呢，外国人嘛做去的呢。对，伊个去迄个盲人是迄个咧青梅学校啦。就是伊发盲明人教育对伊迄个开始。个引进对英国，甲迄个符土字吐出来字谱字的印刷传入来，互青梅用蒙的就会当读册。即拢是伊做的哦。咱分做两解来甲讲今仔日咱大约来讲伊一件代志就好啊。诚久吼，46冬安尼。咱先了解迄阵的台湾因为台湾伫1684年的时阵就被清朝的，就是讲清朝派官来伫管理台湾，就是属清朝的啦。虽然讲因有命令讲袂使移民台湾，讲袂使，就是讲禁止中国人来台湾。有禁止毋过效果足少，因为福建遐个所在生活足困难，要食三顿都足无简单。听讲伫台湾的所在种植你若肯种植番薯啦、切啦，拢会当大甲真好。所以因为着要渡三顿啦，不得不爱坐船偷走来台湾。所以一直到1500年的时候，伊禁止人伫800万的时禁止人来台湾。毋过到1500年的时，已经到200万。你看，有遐尔济，有200万人偷走来台湾。
台湾的人汉人济啊，大陆来的人足济啊，要安怎办？大家抢啊，抢土地啊，抢水源，因为要种植一定要有水源嘛，要饮水嘛。因为来的人佫真济，佫无人管理，有漳州的、泉州的，有客家、客家人，佫有足济即款的人来，人。佫有原住民，所以有足济不是拢咧相拍啦。相拍咪一个一个是安尼一群一群，就是原住民甲汉人冲突，冲突当然就是有时拢几百个人安尼咧冲吼，有客家人就是客人甲汉人搁咧相拍，来个泉州甲漳州。两州的人佮袂合，伫大陆来佮袂合佮相拍，所以不是拢有咧相拍，所以伫台湾要活咧，就爱活动，就讲，所以拢有一群一群的团体，就是讲练武的团体啦。因为什么台湾清朝的政府无法度人管，因为清朝的政府根本就看无起台湾这个所在，所以因的官员的薪水足低，足低伊就足容易受人的铺路，就是人家学习啦。伊若要做官的，你若要有钱，就爱靠人来学习啊。即摆有钱的人甲伊学习，安尼是毋是？伊就爱听迄个人的话。官员就听地方的有钱的人的话，有钱的人佫听学道的话，就是讲武功较悬的人的话。你看安尼什么人我都管，所以你听政府咧讲话，那像咧放屁咧，无什么路用啊。颠倒听迄个学道的讲话较有效啦。变安尼，所以3年一大反，5年一大乱。台湾迄阵的情形是安尼来白水溪，咱来看白水溪的事件。这个事件咱大先爱先介绍迄个台湾的学道的头啦，就是吴志哥啦。吴志哥这个人伊是什么人？我先介绍一下伊是一个算做有哪有算做一个罗马头就对啦。伊这个罗马头，伊部下有哪有江拜的？江拜的伊即届因为即届是因为中部嘉义台中遐有作乱，迄个作乱就是因为天地团啦，有一个武装的组织，叫做地条村吧。咱知台湾有3个大乱，地条村也是一个。伊地条村迄阵甲政府在相战的时伊的人数已经几啊万人。当然，政府迄边呢，有哪有请一寡台湾的武甲的，就是武装的团体加入。即摆两边咧相战伊地条村这边若拍赢，伊有一届拍入去到政府，政府的官员拢自杀。有一届足厉害所以足济武装的团体就去挖巷。就拢去挖带条，迄个吴志哥即个人，有哪是挖伫带条村即部分啦。但伊有一个伊是属于台南这边有一届伊要甲伊的部下拢带去斗相拍，去家己斗相拍。要带去的时听讲因为政府的军队出现的是用白旗因的旗是白。若民间的团体咧造反遐个人的旗是红的，所以红白旗咧相战啦。老百姓要安怎办？就讲即届因为算做学道的较勇较厉害啦。因若来的时阵，哇，赶紧的甲红旗插起来，若无你就出危险的。即摆政府的兵来了，就较紧插白旗。所以老百姓生活真艰苦啦，真毋知影，真无奈就对。伊吴志哥本地是地条村迄边的人，
伊即摆真聪明哦，即个人真奸巧啦。因为伊要去哩甲人相战的时阵，伊准备2款机啊。伊讲色面哦，若是红旗啊较好，伊就要画红旗迄边；啊，若白旗迄边较好，伊就要画白旗。所以伊准备2款旗啊，大去。啊，即摆伊到家己哦，看见讲哇，政府哦已经对清朝遐调兵过来，啊，对条村呢，迄个红旗的部分就已经差不多要往巴死了啊。伊知影西面较好是政府这边，所以伊就白旗举出来，啊，伊变成帮战政府咧食卖迄个土匪，哦，啊，即摆真紧就结束了嘛。紧紧结束以后，政府就封伊做官啦，讲好，你即个吼来帮战，然后就讲，就是招卖迄个土匪有功劳，就封伊做官，封伊做一个官叫做刀勒都司啊，迄一个武官。哦，啊，即摆武官吼，伊起来以后，好啊，即摆就足大条诶。算做伊足大尾就对啦。伊阁是官，啊阁是学道，所有人拢听伊诶。伊若爱啥地方爱顺伊诶，你若无顺伊诶，就互拍，哦，互伊抢哦。所以讲半官啦，甘惠玲诶记载是讲，到6司5之歌家境真富裕，因为伊拢共学啊，甲人抢啊，是半官半强盗。哦，伊一面做官啊，一面做强盗啊，所以拢伊诶，乌白拢伊包办就对啦。哦啊，就是遐，就是讲伊不是拢共抢物件，啊，伊诶财产当然足济。伊迄阵住伫店仔口，店仔口就是伫白河啦。免是要管安尼啊头前啊，迄个店仔口。咱目前是讲伊叫做白河吼。因诶厝哦真济间，这是甘惠玲诶记载。讲因诶厝哦，足侪间拢用篱笆连起来，啊，佮安插足侪武装诶人咧顾较，就讲有人咧徛卫兵啦。这徛卫兵要防止啥？官兵就政府诶官兵啊来，因爱抵抗。啊，民众就是讲地方诶另外一个土匪啊来，伊爱抵抗，所以因是变成一个家己诶一个国王就对啦。哦，伊财力大，啊势力也大，连统治者也无法度伊。哦，这就是这个就是啊，这个人吼，有一届伫1875年正月29，伊就叫40外个人哦，要来烧礼拜堂，哦烧牧师的礼拜堂，啊，迄阵牧师都住伫内底。啊，阴暗时呢，因迄个正月29个阴暗。有40外人，就甲火点入去，因为迄阵诶礼拜堂吼是用竹啊起诶，哦，毋是即摆诶水泥啊。迄阵拢用竹啊咧起厝，民间嘛是共款，拢用竹啊顶悬砍草啊安尼咧起。教会也是安尼用竹啊起，足容易就烧起来嘛。哦，因着放火着当然啦。甘惠玲玲内底知影讲安尼毋对，因为佫有人举枪要甲伊插，伊讲安尼危险嘛，伊就想，伊伫足危险诶时阵吼，临时上来讲，甲伊诶面皮卷来以后，通点喙，对窗仔点喙，点喙以后吼，遐要甲抬死，要抬死牧师遐诶40几个土匪，就看到讲哇，安尼牧师对遐跳喙啊！迄阵都有一阵风，甲迄个烟哦，冲对迄个土匪遐去，因诶目睭拢乌黄啊，拢无法度通看。就看无甘牧师呢，甘惠玲牧师就利用迄个机会，就通走出，就通走上山顶去面，到第二日诶天光，伊甲去家己诶官府报案。然后呢，英国诶领事也出面来干涉。哦，即件代志是足大诶代志啊！中国人当然啦，因为英国人出面啦，伊就毋敢安怎，伊甲乌西也无效啊，最后就判迄个匪徒有4个人关家啦，敢若判4个尔。50几个人呢，就赔100箍。佫起一个新诶礼拜堂，伫严静诶所在吼，起礼拜堂，安尼和解。
当然好改吼，搁再有一个，搁内底搁有条件，搁爱保证讲，因为即摆人毋敢来做礼拜啊，因为知影来做礼拜拢会互你拍，所以毋惊讲赔安尼哦，赔安尼以外，你还搁保证讲来礼拜诶人数袂使比较早搁较少，那搁较少你就爱赔，所以有一款，所以民间哦有一个俗语就讲。火烧白水溪，白水溪教会啊，去严正来陪，另外伫严正的所在去一间教会来陪。哦，这是民间的一款俗语啦。哦，啊来，佮另外一款就讲碗撇哦撇，这个撇哦，因为中国字哦写袂出来，就是写出来无人会晓读啦。伊本来写字是。一个土字边吼，啊一个墙吼，一个围墙的墙。碗啊读做撇，碗撇真慷慨，提钱请人做礼拜，请人哦，请人来就讲用钱去估价，讲啊你去做礼拜，因为人数袂使减，较早阵较早咧住的人数是40人，啊即摆若无到40人，减一个伊就爱赔偌济安尼。爱赔。都有即种诶，安尼袂歹哦。对啊，爱着提钱请人来做。得福就对了。就是即件代志叫做白水溪教会，今仔日的白水溪教会还佫伫咧。哦，即间就是白水溪，哦，咱伫原来所在啊。白水溪教会。白水溪教会还佫伫咧。咱看圣经内底吼，佫有一个所在哦。哦，圣经里旧约圣经哦，有一个有出现诶一只天使吼，天使毋是上帝会派两个天使要去毁灭所罗玛，因为所罗玛吼罪恶趁上天啦，啊，因较大诶声吼，拢反正上帝决定要毁灭，派两个天使来，啊，即个天使来是到罗定诶厝，哦，啊，罗定咧就叫因入去因兜啊，啊，足侪人就要来甲掠，要来掠即两个来诶少年人吼，即两个天使因毋知影啦，因毋知影讲迄是天使要来甲掠，啊，要来掠，伊就当然罗定就出来甲因讲你毋通掠伊，即个就人客伫阮兜吼啊，即两个人吼就甲罗定拖入去厝内门关起，啊，然后就所有要伫位店门口要掠伊诶遐个土匪目睭拢无看着，目睭拢完全黄，拢找无门，连门都找无，都毋知影讲门伫对，要讲迄个门嘛无法度，啊，一直找无门，无法度找到遐线啊，所以讲吼，搁互门外诶人对小到大目睭眼黄，哦，拢袂看，眼黄就是讲乌，阮迄阵就拢讲乌黄啦。哦，乌黄也是眼黄，拢是安尼现，目睭通现去就对啦，拢袂看见，找到线找无门，哦，一直找到线，找到因啊，拢做线啊，找无门，啊，就散去啊。哦，即件代志是咪到甘牧师，因为火烧厝诶是演甲因穿共款诶意思，天使来甲伊救。对，做穿诶吼。所以即个是真正有诶代志哦，圣经讲诶代志嘛是真正会发生诶吼。所以佫有纪念吼，纪念碑，我诶后壁迄个牌仔就写甘伟林牧师遭难诶纪念碑。伫即个。即份即个是伫白河，就是伫教会边啊。教会边。白就是伫白水溪教会边，白水溪是一条溪啦。白水溪教会边啊，即份已经起做好啊吼，未去用即边就是去教会，即边有去，即教会拢一直拢有伫啊。严正诶教会有哪继续有去教会，所以变两间啦，两间教会。哦，是真趣味吼。因为叫做因祸得福吼，台语咩讲？就是讲，虽然咱想要发生无好诶代志，结果上帝甲伊保护，伊个走去啊，走去了后呢，反倒迄个人去顶起一间教会陪因，
还个保证人数，还个有即个好代志吼，袂歹。保证啊无会罚钱诶迄种，观众朋友学会晓即两句话诶嘛，会晓讲嘛？我撇清空开，摕钱请人做礼拜，做礼拜，请人做礼拜吼，请甲请无共款哦。你看人迄个人字边甲人甲言字旁无共款哦，毋是请哦。哦，请老师来甲你教，请工人来甲你做工，这是请，就是用钱迄工请来。哦，请就是爱用钱，请是用钱摕钱去请人来做礼拜，毋是请人来哦，是请哦。来做礼拜是有工资诶哦，边安尼嘛。袂，安尼嘛是做好笑诶吼，安嘛是做奇妙诶一个代志吼。观众朋友，你敢有遇着即个即个奇妙诶代志？就是有当时啊，咱想要咱想要感觉无好诶代志，感觉为虾米上帝互我遇着即个？但是回头过来看吼，几冬后过来看，发现讲，其实这中间吼，拢有足侪计划吼，上帝做奇妙诶计划吼，像我什物昨去到一个我即阵伫澳洲嘛吼，遮也无啥物华人教会啦吼，无咧讲国语诶，无小心吼去遇着一个熟悉伫一个维也纳教会，伊就讲吼，遮嘛有哦，啊来问问诶了后，发现讲。内面吼，我熟悉一个会友，伊讲，阮某是迄个牧师啊，牧师娘是高雄人呢，牧师中国人，因几冬前来维也纳吼，但是伊即阵个拄好有就是会当来到阮遮吼来讲道啊。虽然一个月来一摆，但是会感觉讲，上帝会计划吼，做奇妙诶吼。足侪代志可能是你想袂到诶哦，所以观众朋友，你若有啥物即阵吼遇着啥物代志，你感觉想袂通诶吼，啥物会想以前请人来哭。哦对，安尼对，对。你是请你写毋对哦，你要写人字旁。爱写人字旁。请人来哭。爱请人来哭。佫有即种诶，对，请人来表示即个心意吼，表示好心，安尼讲对。好，所以多谢老师今日甲咱讲即个故事吼，安尼咱共款吼，后礼拜一下暗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我即阵伫澳洲吼，欢迎逐个吼来讲你家己故乡诶故事哦，我嘛相信讲。伫你诶即个土地呢，有足侪奇妙诶代志发生吼，会当甲咱分享。多谢观众朋友，也多谢老师。多谢观众朋友。后礼拜继续讲即个甘伟林牧师诶代志哦。好，安尼大家平安。